各位亲爱的长辈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平安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很多老人家常跟我说，医生啊，我晚上睡觉就是让身体休息嘛，什么都不吃最好。但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很多人以为睡觉只是单纯的休息，但对我们的身体来说，深夜其实是代谢系统决定血糖命运的关键时刻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血液就像是在深夜行驶的小汽车，而血管就是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。如果白天路况好，车子开起来很顺，但到了晚上，如果这条路上的能量供应不稳定，车子就会抛锚。很多人半夜会莫名其妙醒来，觉得心跳很快，手心冒汗，甚至感到一阵心慌。这往往是因为你的血糖在半夜悄悄掉下去了，身体为了自救，只好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。这就像是在安静的夜晚突然拉响了警报，强行把你从深层睡眠中拽出来，让你整晚翻来覆去，越睡越累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专业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现在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留言1，如果没有，请留言0。现在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果只要在睡前吃一匙小小的种子就能改变这一切，你愿意尝试吗？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仙丹，更不是那种来路不明的偏方。在过去这10年的医学研究中，我们发现睡前摄取特定营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代谢重置效果。这就像是帮你的生理时钟重新对时，让你的荷尔蒙在夜晚能各司其职。接下来的7天，如果你跟着我做，你会发现惊人的改变，你的睡眠会变得更深更沉，半夜那种难受的饥饿感会消失。最重要的是，隔天早上起床时，你会感觉脑袋非常清醒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昏昏神神。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小种子背后的科学秘密。说到这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住在高雄的陈美华女士，今年62岁，她跟我认识很久了。美华姐一直有个困扰，就是她已经饱受失眠折磨整整3年了。她跟我说，她每天晚上躺下去都很难入睡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到了凌晨2、3点一定会准时醒来。那时候她会感觉心脏跳得好快，整个人莫名的焦虑。我去查了她的检查报告，发现美华姐有轻微的糖化血色素 HbA1c 偏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期糖尿病。其实美华姐的失眠病不是因为压力大，而是因为夜间血糖波动。当她的血糖在半夜降得太低时，大脑会以为身体缺能量了，赶快命令肾上腺分泌皮质醇。这个皮质醇就像是消防队的警铃，一旦响了，心跳就快，人就清醒了。这在医学上叫做反应性高血糖。我当时建议美华姐不要吃药，我们先试试看一个简单的方法。我请她每天睡前40分钟泡1汤匙的奇亚籽，搭配温开水喝下去。刚开始美华姐也很怀疑这一小颗种子真的有用吗？但我跟她解释，这不是药，是在调整她的深夜代谢节奏。结果到了第3天，美华姐打电话给我，语气变得很兴奋。她说，医生，我昨晚竟然没有在3点醒来，虽然还是有起来上一次厕所，但很快就又睡着了。到了第2周，我们重新测量她的晨起空腹血糖值，发现数字变得非常稳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。这个改变并不是什么神迹，而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奇亚籽的特性，
稳定住了它的胰岛素分泌。美华姐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身体的毛病不一定要靠昂贵的药物，只要找对了方法，给身体正确的营养支持，我们的生理节奏就能自我修复。看着美华姐现在精神奕奕的样子，我真的感到很欣慰。长辈朋友们，我们要先了解身体在晚上的运作方式，才能明白为什么那一尺奇亚籽这么重要。我们可以把夜晚的人体想象成一座安静的城市，这座城市要运作良好，需要4位非常重要的管理员。第一位是褪黑激素，他是这座城市的市长。每当天黑了，市长就会下令全市关灯，让各个器官进入休息模式。如果市长不发话，你就很难入睡。第二位是血清素，它是城市里的邮差，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快乐与平稳的信息，让你的心情感到放松，不焦虑。第三位则是皮质醇，它平时是首位负责应付紧急状况，但在睡觉时它不应该出现。只有当血糖掉得太快，也就是城市的供电不足时，它才会冲出来拉响消防警报。最后一位是生长激素，它们是这座城市的维修，对，专门趁你睡觉时修复受损的细胞和血管。重点来了，如果深夜这座城市的供电不稳定，也就是血糖不稳，警卫皮质醇就会一直出来捣乱，维修队就没办法好好工作，市长退，黑激素也会被赶下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睡醒后觉得腰酸背痛、老得快的原因。奇亚籽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能量缓释器的角色，它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，进入肚子后会变成一种透明的凝胶。这层凝胶就像是给城市的供电系统装上了一个大电池，它让能量慢慢的释放，不让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大起大落。同时，奇亚籽里面的 Omega-3 脂肪酸就像是帮神经传导的电线涂上了润滑油，让邮差血清素的信件传递得更稳定。所以，当你睡前吃下那一匙奇亚籽，其实是在帮你的身体稳定供电。你的城市在深夜不需要拉警报，维修队能安心工作。这就是我常说的，深夜的城市需要稳定的电力，而你的身体需要稳定的血糖。接下来我要详细跟大家介绍这小小一匙奇亚籽能带给我们长辈的7大好处。第一，让你睡得更深更久。刚才提过，它能稳定血糖，避免皮质醇在半夜把你叫醒。如果你常觉得睡觉很浅，一点声音就醒，这就是你的身体在寻求稳定的信号。睡得好，隔天血压自然就平稳。第二，稳定血糖波动，这对有血糖顾虑的朋友特别重要。奇亚籽的纤维能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让你的胰岛素不用加班工作。如果你正位了，空腹血糖、数字苦恼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方法。第三，支持深夜脂肪代谢，这听起来很棒吧？当你的血糖稳定，身体就比较容易分泌生长激素，这种激素能帮助我们分解多余的脂肪。这不是说吃它就能减肥，而是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，减少腹部脂肪堆积。第四，默默地帮助身体抗发炎。我们年纪大了，血管里难免会有一些慢性发炎。奇亚籽含有大量的多酚和抗氧化物，它们就像是血管里的清洁小队，趁你睡觉时把那些发炎的坏物清理掉。第五，改善隔天早上的排便顺畅。很多长辈都有便秘的困扰，奇亚籽的凝胶纤维在肠道里可以软化便便，到了隔天早上，你会发现上厕所便得很轻松。如果您常觉得肚子胀胀的，这个点真的很有感。第六，
全方位护理你的心血管。它富含的 Omega-3对心脏非常有益，能帮助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。这就像是帮水管做定期的保养，让血液流动得更顺，畅减少心脏的负担。第七，维持细胞的水分与营养。奇亚籽能吸收自身重量12倍的水分，对于不爱喝水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种固体水，能在夜晚缓慢式放水，分到细胞里。如果您睡醒常觉得口乾舌燥，这会很有帮助。各位长辈，听完这7点，您是不是也觉得这小小的种子很有能量呢？如果您目前正受到其中一项困扰，请在心里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看看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肚子里的肠道其实被科学家称为第2个大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体内90%的血清素，也就是让我们心情平稳、产生快乐感的荷尔蒙，竟然不是在大脑制造的，而是在肠道产生的。这就是医学上非常有名的肠脑轴线。当你的肠道环境健康时，它就会通过神经向大脑发送我很平安、我很放松的信号。奇亚籽里的高纤维就是肠道内益生菌最喜欢的食物。当益生菌吃饱了，它们会产生一种叫做短链脂肪酸的物质。这种物质就像是肠道与大脑之间的专线电话，它能穿过血脑屏障，直接告诉大脑，现在可以放松休息了。当这条热线畅通无阻时，你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稳定。我常问我的病人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你前一天晚上吃得太油腻，或是没消化好，隔天早上心情就会莫名的烦躁。这就是肠道在对大脑闹脾气。如果你睡前吃一点奇亚籽，让益生菌在深夜安静地工作，产生足够的血清素，你隔天醒来不仅是身体轻盈，连心情也会变得很阳光。这就是肠脑轴线的力量，它告诉我们，照顾好肚子，就是照顾好脑袋。这种深层的连结是许多长辈忽略的健康关键，所以下次当你吃下这一匙种子时，请记得你正在为自己的大脑储存快乐的能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延缓老化。在医学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，叫做细胞自噬 autophagy， 听起来很专业，其实它就是身体内建的资源回收系统。当我们在睡觉时，如果体内的环境保持得干净，血糖稳定，这套回收系统就会启动。它会把那些坏掉的蛋白质、老旧的细胞碎片收集起来，转化成新的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虽然年纪大，但皮肤看起来有光泽，眼神很清亮。奇亚籽在抗老化中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。首先，它能稳定胰岛素，因为高水平的胰岛素会关闭细胞自噬的开关，只有让胰岛素维持在低位，身体才愿意开始清理垃圾。其次，它提供的多酚类物智能减少氧化压力，这就像是帮细胞盖了一层防护膜，减少日晒和毒素造成的损害。我不会跟大家说吃了奇亚籽就能年轻10岁，那是骗人的话，但我可以诚实的告诉大家，它能让你老得慢一点。你会发现皮肤不再那么暗沉，早起时也不再感觉全身僵硬。这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回收系统运作得更好，减少了身体的耗损。对于我们长辈来说，健康的老化就是不要让身体生锈。奇亚籽就像是给身体器官涂上一层防锈油，让这台运作了几十年的机器在深夜能更有效地进行自我修复。这个微小的进步累积下来，就是长寿的基础。听了这么多，大
大家一定想问医生，那我具体该怎么吃呢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份详细的7天健康实践指南。第1天到第2天，请从小剂量开始，准备1小平匙约10克的奇亚籽，加入200毫升的温开水或常温水。最重要的一步是，一定要先浸泡10分钟以上，直到你看见种子周围产生了一层透明的果冻状，这才是营养被释放出来的时候。这2天主要是让你的肠道是阴纤维的增加。第3天到第4天，如果你觉得肚子是阴凉、好霉、有胀气，我们可以增加到15克。同时，请记得这天起要多喝300毫升的水，因为纤维需要足够的水分才能发挥作用，水喝不够反而会让便便偏硬哦。第5天到第7天，这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些变化，你可以把奇亚籽加入无糖的杏仁奶或无糖豆浆中，这些饮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含钙质，能让你在夜晚感到更满足，同时修复你的肌肉组织。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能感受到睡眠变得更稳定了。特别叮咛，非常重要。虽然奇亚籽很好，但有2类朋友要特别注意。第一是肾功能不全的长辈，因为奇亚籽含有较高的磷含钾，请必先询问您的主治医生。第二是正在服用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的朋友，因为 Omega-3 有轻微稀释血液的功能，服用前也要先咨询专业意见。只要遵守这些简单的步骤，你就能在短短7天内开启身体的修复开关。亲爱的长辈朋友们，今天的内容分享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期盼。我常跟病人说，真正的疗愈往往发生在深夜那片宁静的沉默之中。当全世界都安静下来时，你的身体正在为你辛勤地修复每一条血管，每一个细胞。请大家再次回想一下那座深夜城市的画面。如果你能透过这小小1匙奇亚籽为这座城市提供稳定的电力，让警报器不再响起，让维修队能安心工作，这难道不是对自己生命最好的慈悲吗？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把这份温暖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老伴，或是身边的老邻居。大家一起健康，晚年生活才会真正快乐。如果您觉得从今晚就开始尝试这个7天计划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非常实用，别忘了帮我打个1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或是尝试后有什么感觉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量抽空回复大家。最后，我想对大家说，照顾好自己就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希望大家今晚都能有一个香甜深沉的好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平安健康。